由国内视障者组成的虾米视障人声乐团，去到澳洲参加国际现代阿卡贝拉大赛，是决赛队伍内面唯一的亚洲团体。这回是拍败澳洲乐团摕到金牌。比赛时阵呢，因个特别穿去年参加双十大会变服装，代表台湾出席。 优美的歌声情感丰富，阁有查甫声加入，经典歌曲橄榄树轻轻啊唱，都真感动人。甲个人生命经验唱入这首《蝶恋花》，声调语气的转拗，句句动人心弦，成功突破语言的差别，全场拢同感。啊，那轻快的曲风当然嘛无问题。 连续5首作品为古典诗词唱到国际流行，伫舞台表演的就是台湾虾米视障人声乐团，征战奥地利第22届 Vocal 国际现代阿卡贝拉比赛。毋但是亚洲唯一晋级无差电组决赛的团队，嘛打败奥地利、德国、芬兰等地的欧洲乐团，为7个队伍当中比赢，摕到金牌。 欧洲的这些团队，他们还是表现出非常多的肢体的动作啊，大动作。那这个是我们虾米所没有办法去做比拟的。那还好呢，最后主办单位真正在看，还是在于他的声音。国内这个乐团团员拢是视障者，去年双十大会穿代表台湾的服装。 捌上台献唱，即马搁以同款的装扮参加国际赛，得到金牌，创下台湾的纪录，嘛让世界看到台湾。我们准备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，而且我们要出发前2天唱的每一句唱词呢，他们都重新把它每一个都去调到每一个人的声音应该要什么样子。 乐团一路行来无简单，克服视觉障碍，掌握准确的音准，迎合团员的声音。比赛前搁一直调整，才有这个成绩。 准讲因看无，也是用歌声分享上艰困的情感，扭近大家一心。记者采访报道。